交通部今仔日是头一届邀请6都的交通局来座谈，会议有达成共识，包括保留2个车道予乌多摆，也若这汽机车停止线和过路线就爱差2公尺到3公尺等等的6大结论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，未来2年至3年之间会完成改善。 机车伫路的行，大部分也是惯势行上外边的车路。部分关区因为路较细条，敢若一线都会当行。交通部早起甲6都进行交通安全座谈，会中达成共识，各路骑机车人的路权，而且会当提转。等政府考虑道路条件，至少保留2个车道予骑机车人。我是有开车，对，当然以机车的角度来说，当然是好，但是以开车的角度来说，又不一定，因为很多汽车也都是走在那个最外线道。 所以，如果机车走在那个中间的话，我觉得是还 OK 的。以台北市政府做例，辖区内道路条件许可，机车差不多拢会当行2线道。市政府嘛会看地点，评估开放第3线车道。另外，停止线甲行人道爱让2至3公尺远，6都嘛同意配合办理。那基本上是写2到3公尺，然后也有一些例外情况，就是可以维持1公尺。譬如说我从乡道出来，旁边有 建筑物挡着，其实这个后退的意义就不大了。交通部早起头一届甲6都进行交通安全座谈，会中各都交通局长发言踊跃，也有共识，包括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绩效指标，以路口行人安全设施改善等4大重点来推动。针对重要路口甲靠代志的路段，参考设置指引的18种交叉路口情景。另外，除了机车行驶2车道，路口停止线甲行人道爱让外远有做修正，嘛强化路口的光线，搁请定政府配合推动汽车隔热纸通光率改善。 设定目标是一回事，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把量能做到最大，好，能够改善的量能把它做到最大。针对整个全国的道安的议题，那也不一定会局限于6都哈，我们其他的各县市，我们也会陆续来邀集。即使是在安全计划改善后的道路，仍有很多问题，包含说人行道不连贯，或者是在红绿灯上面设置的时间不足，导致于行人根本就无法安全的过完马路。行人零死亡推动联名呼吁，进前定政府针对学校周围交通环境嘛要做改善，按过部分也无齐全，提醒交通部唔通疏忽城市的运输。虽然一时无法度做甲到，按过嘛希望全部检讨整体的道路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